大家好，呢度係搖太陽粵語培訓中心，我係許老師。提高篇常用俗語短句對話第32堂課，好話為。你問我借錢啊？不如問你大佬借啦。你問我借錢啊？不如問你大佬借啦。你向我借錢呀，還不如問你大哥借呢。你問我借錢啊？不如問你大佬借啦。大佬啲錢交晒俾我大嫂管，我好難開口嘅。大佬啲錢交晒俾我大嫂管，我好難開口嘅。大哥的錢全部交給我大嫂保管，我很難開口的。大佬啲錢交晒俾我大嫂管，我好難開口嘅。你大佬都幫唔到你，我點幫你啊？你大佬都幫唔到你，我點幫你啊？你大哥都幫不了你，我怎麼幫你呀？你大佬都幫唔到你，我點幫你啊？喺我啲朋友入邊，你係最好話為㗎啦。喺我啲朋友入邊，你係最好話為㗎啦。在我這些朋友裡面，你是最好商量的呀。喺我啲朋友入邊，你係最好話為㗎啦。你問我借錢啊？不如問你大佬借啦。大佬啲錢交晒俾我大嫂管，我好難開口嘅。你大佬都幫唔到你，我點幫你啊？喺我啲朋友入邊，你係最好話為㗎啦。你呢個計劃問過你嘅經理未啊？你呢個計劃問過你嘅經理未啊？你這個計劃問過你的經理了嗎？你呢個計劃問過你嘅經理未啊？未問過，我覺得經理唔係幾好話為。未問過，我覺得經理唔係幾好話為。沒有問過，我覺得經理不是很好說話。未問過，我覺得經理唔係幾好話為。你咁樣唔啱手續噃。首先，我要聽到經理嘅意見。你咁樣唔啱手續噃。首先，我要聽到經理嘅意見。你這樣不合手續的。首先，我要聽到經理的意見。你咁樣唔啱手續噃。首先，我要聽到經理嘅意見。咁啊，我唯有同經理傾下先咯。咁啊，我唯有同經理傾下先咯。
這樣呀，我只有先跟經理匯報了。咁啊，我唯有同經理傾下先咯。你呢個計劃問過你嘅經理未啊？未問過，我覺得經理唔係幾好話為，你咁樣唔啱手續噃。首先我要聽到經理嘅意見。咁啊，我唯有同經理傾下先咯。有關禮金嘅事，你哋傾掂未？有關禮金嘅事，你哋傾掂未？有關禮金的事，你們談好了嗎？有關禮金嘅事，你哋傾掂未？傾鬼傾馬咩？一日都係佢老母整蠱做怪。傾鬼傾馬咩？一日都係佢老母整蠱做怪。談個鬼呀！整天都是他媽出餿主意。傾鬼傾馬咩？一日都係佢老母整蠱做怪。咁你以前又話佢老母好易話為嘅？咁你以前又話佢老母好易話為嘅？那你以前說過他媽很好商量的呀？咁你以前又話佢老母好易話為嘅？有啲嘢係要埋到牙先知㗎。有啲嘢係要埋到牙先知㗎。有些事是要到關鍵時刻才知道的。有啲嘢係要埋到牙先知㗎。有關禮金嘅事，你哋傾掂未？傾鬼傾馬咩？一日都係佢老母整蠱做怪。咁你以前又話佢老母好易話為嘅？有啲嘢係要埋到牙先知㗎。呢個屋主問過我幾次，你係咪有心買㗎？呢個屋主問過我幾次，你係咪有心買㗎？這個屋主問過我幾次，你是不是真的要買？呢個屋主問過我幾次，你係咪有心買㗎？梗係有心買啦，不過佢嘅價位高咗啲噃。梗係有心買啦，不過佢嘅價位高咗啲噃。當然想買了，不過他出的價位高了一些。梗係有心買啦，不過佢嘅價位高咗啲噃。咁你哋要坐低落嚟慢慢傾先得。佢好話為㗎。咁你哋要坐落嚟慢慢傾先得。佢好話為㗎。那你們要坐下來慢慢談才行呀，他好商量的。咁你哋要坐落嚟慢慢傾先得，佢好話為㗎。佢好話為就點啦？你約時間啦。佢好話為就掂啦，你約時間啦。
他好說話就行了，你約時間吧。佢好話為就掂啦，你約時間啦。呢個屋主問過我幾次，你係咪有心買㗎？梗係有心買啦，不過佢嘅價位高咗啲噃。咁你哋要坐低落嚟慢慢傾先得。佢好話為㗎，佢好話為就掂啦，你約時間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呢個粵語教學系列，請點讚同訂閱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同建議，請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進一步學習粵語，請添加許老師嘅微信號 JUNXU49。多謝你嘅關注同支持。